咁到底係咩原因導致我哋嘅腸道會慢性發炎呢？第一係飲食，其實我哋每日食落肚嘅食物會影響腸道菌群同腸道屏障，而當中有幾種食物咧係特別需要留意嘅。首先係精製嘅糖同碳水化合物，例如甜品、糖果、汽水、白麵包同蛋糕等。當我哋長期食太多，不但令血糖大幅波動，亦有可能會令部分壞菌過度生長，造成腸道菌群失衡，增加發炎嘅風險。第二，大量攝取精製植物油，例如大豆油、粟米油同菜籽油。呢類油含豐富嘅奧米加6脂肪酸。奧米加6脂肪酸本身唔係壞嘅，身體其實係需要佢㗎。但如果飲食方面奧米加6脂肪酸太多，而奧米加3又太少，整體脂肪酸比例長期失衡，就可能增加慢性發炎嘅風險啦。第三就係麩質同高度加工嘅小麥食品，例如麵包、餅乾同麵條。對麩質敏感嘅人士，或者部分本身有腸道敏感嘅人，麩質可能刺激免疫反應，影響腸道屏障，令腹瀉、肚痛或者發炎嘅問題更加明顯。